片头真的怂过来，好厉害，怂过来找我就对了。其实，大家不要以为我到日本这5、6年有什么改变，是有一些改变，不过这个你知道。 这个以前怂够来那种感觉我还记得，想当初5、6年前我要把那个样子搬出来吓死你们哦！以前我们这个爸爸他们在沙树火星桥浪雷的时候，哇，我都是在旁边，还有那个黄唐寿时代我都在旁边 ，OK？ 所以今天也要带来爸爸年代的那时候的那个吉修火算那个歌啊，所以现场请他们帮我准备了电风扇，因为我们还要好像拍那个叫什么？ 拍那个伴唱带，所以准备了电风扇，很可惜不能在海边，要不然会更厉害。OK， 那现在大家来听听看，吉修后算。这个要摇得很像国际交际舞的感觉。 我来照顾你，你来照顾我，你来照顾我，是你。被我自己的屁股挡住了。电风扇。我来照顾你，你来照顾我。不，真错了。我今天妆应该再化浓一点，才有那个年代的感觉。咱就说。